开着，开着。接了这或者岁数大，鱼了这下水能吃，为啥现在不能吃了？原来是水起，知道的有水都来这趟的，这水这啥的水往这面起去啊，有这么深就能找就出来水了。现在是这下把这挺臭的吧，水到下水到3丈到4丈了。那吃水呢，就再过去就咱们现在的吃水是上面压来，我提来的这回水，反正我们10几户人家。水还来没了？给我照相。这些水啥时候来的？你多了，来的喝掉。2天还不来水。筷子还软呢，不是？我把这和哥哥们晒的，哈哈。水没有。市场那公开档，有急就打火呀，秋冬不是就起行动，国父没有讲。你唱别的就谁想的都是唱。莫非就功夫多啊？平日今人就高峰上，先过做放下。赛场那公开档，道路就快拥抱，四通八达的里程下。拉了，这我还得再少2年，我现在再少。走，就是的，这个晒的这走在那边走，走，这晒很。这当然太晒了，这待会水来的这个。任鹏然，你们不攀水啊？我先说了。这往这起。他说的活路定力不疼。你快！好，看看你啊。来，我可你吧，就这正好。这起接着买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讲。那好，我把。